镜头往来看美国继续大规模伫咧掠非法的移民。佮走去一间南韩现代汽车甲 LG 做伙起的电池工厂内底掠走470个人，大部分拢是非法伫咧美国做工课的这韩国人。现代汽车表示讲会搁来调查包商甲供应商，因为南韩政府嘛表示关心一个危险。 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甲联邦调查局缉毒局以及暴力物管理局乔治亚州的巡警等执法人员，测试去乔治亚州阿拉贝尔城镇查现代汽车甲 LG 新能源合资当地兴建的车用电池工厂，因要求工人停工，一人一项检查护照、签证甲工作许可，当场拘留475个牵涉到非法拘留甲非法工作的劳工，其中大部分是韩国人。 That those who exploit our workforce, undermine our economy, and violate federal laws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. 国土安全调查处讲，这个行动是针对工厂非法雇佣行为所进行几个月的刑事调查结果，要确保企业守法，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。若是互人逮捕的人当中，到底有偌济是现代汽车 LG， 还是分包商请的？因的具体数字还搁咧调查，后续原来移交予 ICE 遣返。韩国企业已经投资几个10亿美金，伫美国建立真济卫生产基地，通闪川普的关税威胁。代志发生了后，现代是好人直接雇佣互人逮捕的非法劳工，表示会调查供应商甲分包商的雇佣行为。LG 新能源表示配合调查。南韩外交部嘛对美国大使馆表达关心甲遗憾。 미국의 법 집행 과정에서 우리 투자업체의 경제 활동과 우리 국민의 권익이 부당하게 침해되어서는 안 될 것입니다. 因为向企业人检查影响的电力工厂建设全部拢停止作业，原定明年启用的生产日期恐惊原来有变化。看得出来，打击非法移民甲进行制造业是有效达的。美国总统川普特别讲，互人问到这个临检行动的时阵，表示，互人逮捕的人拢是非法的外来者 ，ICE 只是伫做因应该做的代志。公司新闻，施会长编译。